家好，我是 AV。大家好，我是嘉妮。客家新乐业节目呢，要唱到众多歌手演唱好听歌曲不给弹哦。係啊，由來自無味創作比賽鄭中美、齊思飛、梁志凱。另外啊，還有後生的擂台組蔡依、齊皮兒，還有啊，寫過多歌曲的彭於亮，同嘢鳳凰台未來就目的都會表演哦。當然啦，還有重陽節的客家山歌台詞來比下線上呢，來演唱4條歌曲。還有阿卡佩拉樂團、無伴奏人聲樂團呢，我都演唱客家歌曲哦。所以啊，當禮拜四暗晡頭9點，我準時收看有愛係一位歌曲下主持的客家新樂園客 music。